后来继续来看苗栗头份旗下公园的头前发生着枪警案，敢若是因为啉酒起纠纷，两派的人马烧酒谈判，结果讲袂拄好，起冲突，转来开枪，有2个人着枪，无性命危险。警方嘛伫现场查到改造的手枪甲枪支。乌色的修理车直接驶过双黄线，停缓伫咧路中央。查甫人正打落车，另外一只轿车就位边仔加速冲过来，互伊惊甲赶紧闪。哦，车子来了。车顶的查甫人随落车，敢若要找人理论。后壁的轿车嘛有人走去头前摕物件，咧讲车窗的玻璃。只是修理车的驾驶，阁走去后壁向轿车开枪，嘛惊动未少民众。两台车相撞，甲车道占条，修理车的玻璃还有红光的壁损，轿车顶的2个人当场互弹到，着枪的查甫人了后竟然阁摆卡，家己去病院，无性命危险。开市的时候就警察也都有在这里啊。我们打开的时候就很多警车啊。事发伫咧今日透早5点外，苗栗头份市下公园头前，轿车甲修理车两边的人因为食烧酒有纠纷，烧酒谈判，一路赛车到事发现场，修理车停点路中央，轿车直接对撞，双方路车就起冲突。修理车的查甫人敢若向轿车开枪，根据枪支孔来判断，上无开2枪，主嫌汽车逃走。那轿车顶着枪的2个查甫人已经家己就医，持续追查枪支来源。厘清犯罪原因，追查其他在场涉嫌人。警方做采证，发现轿车顶有留一支改造的底枪，甲11粒枪支，嘛顺线甲叶氏车主甲林姓查甫人带回来。不过到底有啥物原因开枪，敢也有其他的共犯，警方也搁咧查清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